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来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沪市反弹然后这个房地产板块似乎涨得还不错，房地产股票大涨，包括港股港股这个内房股你比如说融创中国、富力地产、世茂集团、万科企业、碧桂园都有不错的涨幅这个让人又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小作文。那么根据网上传言就路边社的消息也有可能对房地产采取史无前例的刺激政策，包括一线城放开限购，什么多个一线城市正在研究储备推动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止跌回稳相关政策举措。简单点说只要楼市不回稳，叫止跌企稳，那么这个政策它就不停，出什么政策都有可能，小作文就会不断。但是这个房地产呢，不管怎么救这些房地产的上市公司确实不值得参与你这个时候去投资这个房企买它的股票，那就博反弹那就是叫空中徒手接飞刀，刀口舔血即便这个房地产稳住了，跟这些上市房企对吧没什么太大关系。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阜阳凤银新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增一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 1.3亿元，执行法院为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这个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1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22.5亿元，这就叫难上加难我们再看一个这个中国房地产报道的中国中冶，他说应收账款激增835亿元，利润又降，中国中冶交出最差成绩单。中国中冶激增的应收账款引起关注。日前有投资者在业绩会上问说中国中冶2024年应收账款缘何增加近1000亿元。为此，董事会秘书王震从业主方资金紧张导致项目回款缓慢等3个方面作出回应。细究中国中冶的应收账款，无论是从规模还是增长幅度，都超过了体量远大于自己的上市同行。作为一家资产规模超8000亿元的中字头的建筑央企，由于对应应收账款计提了大量减值准备，也就是这个应收账款要不回来就得做坏账处理，导致中国中冶交出一份近12年来增长最差的成绩单。继2023年增收不增利之后，其2024年又陷入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双降的业绩境地，甚至出现了单季度亏损。房地产业深度调整的冲击波，如今在建筑业巨头们的年报中显现。2024年年报显示中国中冶应收账款规模2135亿元，较上年增加835亿元，增幅超过 64%。 公司总资产规模8080亿元，应收账款在总资产中占比高达 26%， 较上年上升 6.8%。 中国中冶的应收账款主要是工程承包业务应收账款，其中占领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1567亿元，较上年增长 64%， 占总应收账款 73%。 关于应收账款激增的原因，中国中冶在年报中表示，主要是受经济增速放缓影响，业主方资金压力增大，项目回款进度较慢导致。不过日前在业绩会上，面对投资者的提问这个中国中冶董事会秘书王震除了提及上述原因之外，还补充了另外几个导致应收账款增加的因素，这个恐怕就是主要原因这个写在那个年报里恐怕避重就轻那回答这个记者提问或者是投资者提问的时候说出来恐怕都是真心话他说一个是房建工程，政府或下设投资公司、钢铁企业两经回款困难，本企业房地产存货去化慢。什么意思也就是中国中冶他给政府干的活，也不是政府下面的投资公司，那不就是政府吗？干的活然后给钢企，因为中国中冶它主要还承建这个钢铁那些项目，无论是政府还是钢铁企业回款都难。政府没钱，钢企的效益大家知道，你看前一阵子那个鞍钢对吧，巨亏，哪个钢企日子好过所以作为央企，中国中冶干了活拿不到钱。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中冶他自己开发的房地产他也有房企开发的房地产卖不掉，本企业房地产存货去化慢。然后他说第二个原因，公司应收政府款项金额增幅较大。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就知道了，谁欠中国中冶钱呢？谁敢欠央企的钱呢？那不就是央企或者政府吗？你假设一下，如果恒大或者是碧桂园或者是融创欠中国中冶的钱，那中国中冶早就给他划了一块资产走了，对吧？要么是起诉，那是国有资产流失所以说敢欠中国中冶钱的，对吧？敢欠央企钱的只有政府和央企。大
大家都是央企，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外界好奇的是，作为与房地产业相关性极强的建筑类企业，在房地产业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中野应收账款相比同行而言规模如何呢？你看看啊，那个央企建筑行业，不光有中国中野，还有这个什么啊，中国铁建、中国交建这些啊，他们的这个应收账款怎么样呢？2024年末，同为中字头的，就是央企的啊，中国铁建、中国交建总资产分别是18628亿元、18583亿元，是中国中野总资产2倍有余。此两者应收账款规模是分别是2048亿元、1380亿元，在总资产中占比仅为10%和7.4%。也就是从这个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来看啊，中国中野那它的应收账款占比啊是他们的几倍。总之啊，通过中国中野的这个财报，大家就知道了，中国中野作为央企，它还有房地产业务，它的日子对吧？应收账款一下增加了835，谁欠它的呢？你就知道现在经济是什么形势，连央企应收账款都要不回来。你说你吭哧的在政府那儿包个小广场，在那儿刨下水道修路，这个钱能结回来吗？所以我说啊，2025年是应收账款暴雷之年。与应收账款相对的是，中国中野的应付账款规模也不小。2024年末数值已达3351亿元，较上年增加947亿元，增幅超过39%。一边是政府和央企欠他的钱应收账款，一边是他欠别人，对吧？3351亿。根据企查查显示，进入2025年以来，中国中野旗下多家控股子公司已陆续出现被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情况。比如说啊，子公司中国22野集团有14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金额超过8000万元；子公司中野交通建设集团6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5000万元。从子公司涉诉的类型来看，大多涉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买卖合同以及劳务争议类纠纷啊。从这个中国房地产报报道的中国中野的应收账款，我们就可以看出啊，有几个特征啊，一个是政府没钱，央企也没钱，你把活干了都是应收账款。然后呢，这个央企房地产开发公司现在资金链也要断了，这个我在3年前就说了啊，先倒下的是恒大、碧桂园、融创，对吧？等这些倒的差不多了，后面就是万科。万科现在是不是在渡劫啊？万科对吧？出问题之后，后面就是央企啊。只要韭菜不买房，只要房地产还是这么低迷，谁也救不了，无非就是谁扛的时间长一点，谁扛的时间短一点啊。这央企扛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人家背后啊有靠山，但是不代表他就不出问题。这是关于房企的一些现状啊。通过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央企房地产公司问题浮出水面，通过这个大家也能感受到这个房企现在房地产行业是什么个现状。我们看看啊，这个21财经报道吧，他说降准有望比降息先落地，美国一边打贸易战一边求鸡蛋。随着美国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市场正密切关注中国货币政策应对之策。两大焦点问题尤为引人关注，一是央行此前多次提及的择机降准降息何时落地实施，二是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何时推出。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首席金融研究员王运金预计啊，央行有望在2、3季度降准2次，释放更多流动性。相比于降准，央行降息可能会稍晚，但不会缺席，有望于2季度末或3季度下调政策利率20到50个基点，推动 LPR 尤其是5年期 LPR 下行30到60个基点。也就是他认为啊，这个恐怕央行要先降准，到2季度才开始降息。实际上如果早一点降息的话，对韭菜稍微好一点，对吧？韭菜那个按揭贷款呢，那恐怕就有下降的空间。这个韭菜每个月少还点利息啊，这好歹啊对这个经济消费啊有一定的刺激作用。降准的话对韭菜影响不大。如果有那么一天啊，这个按揭贷款利息降到1%以下，像日本降到0.5%，那恐怕啊买房的人也稍微多一点。现在咱们按揭贷款利息是3%或者3.1、3.2，还是很高啊。我们再看啊，这个每日经济新闻有篇报道说，不再接受大幅砍价，上海很多二手房业主不轻易降价。这是昨天的报道啊。他说最近成交量很大，价格基本稳定，没有太大波动，和半年前相比，各种利好政策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很多人觉得是时候出手了。4月8日，上海市黄浦区某链家门口，中介陈涛现场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上海中原地产数据显示，2025年3月，上海二手住宅成交2.69万套，环比增长75%，同比增长45%。这一成交量不仅赶超2024年12月的高点，也成为2022年以来成交量最高的3月。
专家说啊，他说这个数据啊来之不易，市场表现非常好。值得注意的是，二手房成交中内环及中环改善型需求释放明显。换言之，中高端客户置换积极，这也和政策的延续性有关。例如，普宅、非普宅税费调整之后，置换升级的需求也就释放了。整个3个月啊，上海二手房成交量都处于高位。根据上海中原地产测算，3月每周成交套数均超过5600套，并且逐周递增。网上房地产二手房交易量显示，双休日单日网签量基本都超过1000套，而一些先行指标，如带看新增客户都与2024年12月水平相当，成交周期也出现了缩短势头。这个陈涛告诉记者啊，在南浦大桥片区，正常价格挂牌的话，最多3-4个月就能成交。他解释啊，政策利好发挥了很大作用，比如多孩家庭可以多买一套，贷款利率下调，未来有可能公积金可以提取做首付，各种政策覆盖面比较广，总有一款适合你。杨浦区中原地产中介周婷则在现场向美金记者透露，杨浦区部分20年左右房龄的品质小区均价约8万元每平米，1个月能成交1-2套。说不仅仅是单价，面积段也显示出改善型房源成交量正在逐步上升，很多业主不轻易降价了。房价层面说，由于成交量快速放大，各方心态开始发生转变。上海中原地产二手住宅价格指数显示，3月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75%。从今年前3个月的指数变化来看，呈现1月、3月环比上涨，2月环比下跌走势。专家说啊，去年前年跌得太凶了，所以现在价格基本保持平稳，只要挂合适的价格就能卖得出去。小区挂牌房源多，其中打算置换新房的卖家也不少。但说来说去，成交还是价格问题，价格低一点的成交速度快，咬住价格的周期就长，因为可选择的房源比较多。犹如近期上海新房市场、土拍市场热度持续，二手房房东心态也逐渐发生变化。专家说啊，近段时间只要区域内有高溢价土地出让，比如虹口、瑞虹新城8期、9期的业主就明显不轻易降价，他们已经有了明显的信心和预期支撑。上海远郊的次新房也出现了止跌回稳迹象。青浦的白鹤镇业主江先生现场向记者透露，他所在的小区2025年10月前后曾经出现过85万元每套的成交价格，已经接近破发，但2025年以来成交价有了明显回升，挂牌价格回到了100万元左右。于是他也调高了心理预期，不再接受大幅度砍价，心理价位98万元左右。一些优质房源去年底今年初还有3%到5%的溢价空间，但目前普遍收窄到3%以内。一些中心城区的房源甚至出现业主跳价行为，虽然还不普遍，但房东不再看空市场。这个是上海二手房啊，按照每日经济新闻的说法，那上海二手房已经稳了，稳不稳啊？这个个人判断。我们看看这个香港楼市啊，这个香港商报报道啊，他说高利发布高利市场报告，2025年第1季度香港甲厦就是甲级写字楼啊，今年租金料下跌8%到10%，一线街铺租金升1.5%。他这报告指出啊，由于减息有望，预期今年香港房地产市场虽然充满挑战，但亦不乏机遇。甲级写字楼空置率预计将会上升，进一步拖低租金。而零售市场主要由较小型零售商铺和体验式服务租赁主导，带动一线街铺租金上升。其中高利预计甲级写字楼今年租金下跌8%到10%，一线街铺租金升1.5%。这个写字楼市场啊，跟就业密不可分呢。写字楼空置率越高，就业就越难，韭菜的收入就越低，韭菜收入越低啊，那楼市稳住就不太容易啊。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南方周末啊，它有篇报道说，意大利1亿欧元买房是天上掉馅饼吗？1亿欧元买意大利房是为小镇引流，就是花1亿欧元你就能在意大利买个房子。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以1亿欧元卖房的棚内小镇为例，这个历史悠久的小镇如今仅有1200名居民，镇中心的人口减少至1000人左右，小镇面临沦为鬼城的风险。1000个人，我跟你说，我们北方啊，华北平原上那很多村庄啊，一个村庄就不止1000人。说据环球杂志报道，近年来在意大利一些小镇，比如中部阿布鲁佐大区的
彭内镇萨丁岛上的奥路莱村出现了令人咋舌的房产交易，仅需1欧元，相当于7.8块人民币啊，就能买下一栋房产，也就不到10块钱，来一沓房子，你知道吧？这一价格甚至等同于当地一杯意式浓缩咖啡的售价，一时间成为全球社交媒体热议的焦点。1欧元买房，实则是意大利乡村空心化危机下的无奈突围。对于买家而言，这是陷阱还是馅饼？低价策略能真正扭转人口流失的颓势吗？说到空心化，咱们的农村实际上也是在经历空心化。说1欧元就能到意大利的乡村买房，大背景是意大利人口的减少流失问题。拥有5800万人口的意大利，2023年出生人口创纪录新低，来到了37万9千人，连续14年下降，并首次跌破40万，也是该国自1861年统一以来最低的出生人口。德国评级机构指出，就2023年至2040年之间经济增长潜力来看，意大利人口结构是欧洲国家中最差的，人口快速老化对意大利因困窘的公共财政构成了威胁。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意大利还面临严重的人口外流，许多年轻人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就业和生活机会，选择前往德国、法国等经济更为发达的国家。根据最新数据说意大利2024年11月失业率降至 5.7%， 创下2004年以来历史新低，但青年失业率升至 19.2%， 环比上涨 1.4%。 乡村地区是意大利人口流失的重灾区。从历史来看，第2次世界大战对意大利乡村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居民被迫迁移。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个在管子上面一个 UP 主，好像那个 B 站也有，是一个东北小伙在意大利完了之后他经常在那个农村去打野猪这名字我忘了，我记得我以前经常能刷到他那个视频，就是反映那个意大利那个乡村那些风光。我看他那个介绍那意大利也是野猪成灾从历史来看说自然环境上，意大利南部一些乡村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如山区地形复杂，冬天气候寒冷等，非常不利于居住和农业生产。最关键的还是经济层面，意大利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北方地区经济发达，南方和岛屿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难以吸引投资和发展产业，经济较落后，就业机会少，收入水平低。2013年时，以人均 GDP 来看，北意大利的富裕程度几乎是南意大利2倍，这种情况延续至今。再加上城市化进程和全球化趋势，年轻人更倾向于在城市中追求更好的教育、就业和生活条件，导致乡村的年轻人口进一步外流。就那个我刚才说那个 UP 主他跟他的意大利媳妇本来是住在乡村，他们家还有超市嘛，过得应该挺好的，没事去打打猎，但是就是寂寞冷，所以最后受不了他还是回到了罗马，去罗马开餐厅去了。就是乡村的风光再好，你待时间长了也受不了。我想他那个经历和这个南方周末写的这个还基本吻合。乡村空心化的局面由此出现，许多乡村学校由于学生数量减少而被迫关闭，公共交通不发达，居民的生活和出行存在诸多不便，文化娱乐活动非常有限，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单调乏味，乡村的看病难更是大问题。意大利社会经济研究机构2018年前后一项统计显示他说占意大利全国人口 50% 以上，超过3160万民众普遍存在看病预约难的问题，心电图平均等待时间要67天， X 光要122天， B 超要62天。意大利南部地区更为突出，有 73% 的民众预约看病均需等待很长时间。这些问题的存在加剧了意大利乡村的空心化，而乡村空心化反过来又加剧了这些问题的恶化。在如此恶性循环之下，意大利很多乡村陷入难以逆转的衰退，进一步削弱了其吸引人口回流的能力。已经有大量意大利村庄因人口外流而逐渐荒废，甚至完全废弃。2019年1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意大利有1/4的小村镇因人口负增长而在过去30年里成为荒芜的鬼城，全境有139个村子，常住居民不到150人。以1欧元卖房的彭内小镇为例，这个历史悠久的小镇如今仅有1200名居民，镇中心的人口减少至1000人左右，小镇面临着沦为鬼城的风险。1欧元房屋项目都是这些空心化乡村推出的，初衷是通过低价吸引外来人口，复兴荒废的村庄。那到底是陷阱还是馅饼呢？1欧元房屋看起来很诱人，形同天上掉陷阱他说，但细细推敲，背后却隐藏着诸多挑战。该项目官网显示购买者必须承诺在1年内进行项目规划和重新估价，并在3年内完成整修，为此还需购买一份1000到5000欧元的保证保险，保费在工程
完工时返还，也就是你得买保险，这个5000欧元，到时候你把房子修好了，5000欧元退给你。意大利的许多老旧房屋犹如年久失修，存在着严重的结构问题和安全隐患，要将这些房屋修缮到可居住的标准，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例如一些房屋需要更换屋顶、修复墙壁，要重新通水通电，这些费用加起来可能高达数十万欧元，那不就是上百万人民币吗？意大利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许多乡村房屋都具有历史价值，受到严格的保护。购房者在修缮房屋时，还需遵守严格的历史建筑保护法规，不能随意改变房屋的外观和结构，这增加了修缮的难度和成本，也限制了购房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如果要获得政府的修缮补贴，修缮后的房屋则要向公众开放，毫无私密性可言。说房子真的修缮得很好就宜居了吗？并非如此，宜居性不仅仅取决于房屋的本身的质量，更依赖于整体的配套设施和生活环境。许多意大利乡村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商业设施有限，医疗资源匮乏，教育机构关闭，公共交通不便，真住进去了必然面临看病难、上学远、出行不便、文化娱乐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等现实困境。由于许多生活用品需要从城市运输过来，价格相对较高，生活成本并不。意大利本国人都知道，1欧元房屋是陷阱，前来购买房屋的大多是不知内情的外国人，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存在着语言差异、文化差异和社会隔阂。换位思考一下，我们老家农村突然住进一位外国人，他跟村里人有什么共同语言吗？意大利那些空心化乡村经济活力严重不足，几乎就不存在什么就业机会，即使想在乡村创业，也会因为缺乏相关产业配套和市场支持而难以成功。所以说啊，意大利的1欧元买房项目虽然在短期内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但长期来看，低价策略只能暂时缓解乡村空心化问题，甚至这个暂时都是存疑，遑论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流失。总而言之，天底下没有掉馅饼的好事，真的有也轮不到普通人头上，真轮到我们普通人头上时，它大概率只是包装成馅饼的陷阱。他这个说的对啊，好事要轮到我们呢，那你就注意了，你何德何能？你是感动了上苍吗？这么好的事情怎么就到你头上呢？对吧？所以你就得小心，它说不定是个陷阱。按道理来说啊，好事啊一定是让权贵啊、婆罗门呐，他紧着他们先来啊。这个南方周末这个报道啊，关于意大利的1欧元买房这个事情，这个实际上给我们啊一个借鉴。他所说的农村空心化，他所说的这些啊，跟我们这个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就2点啊，一个就是意大利农村的很多建筑啊，因为它恐怕它都有历史这个叫什么价值，所以它不让你乱动，那你买了这个维修，这是个大问题。而我们的农村呢，对吧？大部分没这个问题，那很多房子已经塌了。中国的那个空心村、鬼村那多了去了。中国是我上一次看个数据啊，不一定准啊，我这个记性不太好，好像是一天啊，中国要消失300个村庄，平均一天300个村庄没有了，变成鬼村，人搬走了。这个网上有很多 UP 主专门拍这样的视频啊，就到山西啊，对吧？到陕西啊，到很多贵州，就是大山里面，就专门探访这种没有人的村落，人全部搬到城里去了，非常多。第二个不同就是，对吧？意大利它可以买卖，咱们这个因为涉及宅基地不让买卖，各有各的难处啊。其他的意大利和咱们是一模一样啊，没什么大区，对吧？你中国农村也是看病难，对吧？也是上学难，就业更难。你就是有钱啊，你说我就喜欢意大利，你跑到那个村庄去，你买一套房子，你给它一装修，那你一个人就住在鬼城里面，隔壁房子都是没人的，合着那前后左右就你们一家人，对吧？人多多少少还是群居动物，对吧？它要是这个不合群，对吧？也周边没有人，那和流放有什么区别呢？我个人认为啊，意大利啊，它采取这1欧元卖房，它这个措施晚，一旦这个局面形成，你扭转不了的。因为即便我想买，现在我也不会买，为什么呢？买了就我一个人住那儿，我干啥呢？也就是意大利就是在出现这个苗头的时候，人口都在往城里走的时候，这个时候有这个苗头出现的时候，人口在下降的时候，就应该推出这个政策。那么有很多人还愿意去，一旦去了之后，那就相当于稳住了，对吧？这个过程就慢得多。现在已经形成这么个趋势了，农村已经没人了，你越没人，人家越不愿意去啊。所以这个给我们的借鉴就是啊，中国的农村呢，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中国现在也是人口在下降啊，对吧？也是就业难，年轻人都往城里跑，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那农村等到人都走光了，你那个时候都晚了。再什么吸引人投资，对吧？吸引人这交易，吸引胡一金老师去买地皮盖房子，人家不去了，一个人都没有，他去干啥呢？都没有烟火气啊。所以我从这个南方周末啊，对这个意大利这个1欧元房子的报道，实际上我们就看到了咱们的未来，只不过咱们这个农村的房子没有什么保存价值，所以任由它倒塌。哎，我们村啊就有很多房子已经倒了，变成一堆荒土，没人管。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